西门西草，东西南北马该是草。我们知道东西南北的马该都做的草，可是老师给你松雅统口后，老师对你很挑战哦。没相关，还会什么？你顶用的么？欣赏你顶么？你呀，你在大学教书嘛，对不对？有东东给太后后上的呀 ，TPS 读客家系的学生，东东你呢？你会不会遇到毕业过后就没有做客家了？有可能哦，有可能哦，从来政治系毕业就没有做政治了。可是今天老师，我帮你找回来的这些同学啊，他们都很杰出，因为毕业过后呢，全部都喊都会做有关客家的事物，而且啊，读都要得勾勾带带，很多甘古谈，今天要跟老师来好好讲一下。好啊，这时先来熟悉下佢哋好吗？冇问题。很係請大家來簡單自我介紹一下。對對，首先呢，先培養到景賢。大家好，我係對美濃來嘅羅景賢。我是從美濃來的羅景賢，然後我現在在從事文字工作者，然後在地方的文史研究還有社區營造方面也有一些涉獵，所以今天呢就要跟欣賞來好好的交流一下。好啊，歡迎。稍後來吳德婉儀，大家好。我就講吳德，我來是新竹縣北部鄉。我以前去讀高雄大學碩士班，老教學院我特別欣賞。我目前我哋讀中央大學博士班。我主要嚟做以前做投入嘅就有3方面。第一，我做老人樂齡中心嘅主任，我北部鄉我體驗人。跟住我哋嘅新竹縣，然後土山第二部分我做過13件國小做過代課老師，全部喺新竹縣偏鄉還是台山縣嘅。第三，我長期觀察喺鄉下，就喺客家這種鄉下，後生嘅力量有冇落去，然後老一輩嘅觀念有冇溝通，來改善轉型，有冇讓嘅文化創意產業來改變，讓客家嘅產業來推廣出去，也3方面兩個長期嘅做嘅事情，希望大家。歡迎。稍後來面皮糊糊。面皮糊糊。係自家人嗎？哎好。係自家人。好，趕緊分享到我們的志軍。大家好，我是来自苗栗公馆的芋头农民郭志军。那我们目前呢，也在我们的休闲农业区，叫黄基小镇的休闲农业区里面，也做一个历史文化的导览人员。哦，那的话，想要让更多人认识我们的客家的历史。交流。係啊。你帶不會啦嘛？冇。哎呀，你用了交流咧。打點好了，分享的是我們的淳瑜。大家好，我是朱顺义。大家好，我是朱淳瑜，来自苗栗公馆。毕业于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目前在公部门的客家单位工作，从事客家文化的推广。分享，可以方便一下。老師，佢較緊張，但我留佢較照顧啊。好，冇問題。稍後來嘅較冇緊張啊，因為佢一方面係先生，咩係博士班嘅學生嘅。哦，安強啊。係燕柔。大家好，我是陈燕蓉，向大家头头致高。大家好，我是陈燕蓉。那我是住在桃园中立的苗栗头份的客家人。那我现在主要是在国立中央大学是博士班的对，博士候选人，然后还有那个兼任讲师。那主要是在做客家和社会企业部分的教学和研究。谢谢大家。係啊。可以啊。
係啦，佢上課嘅樣時，我是去過佢嘅班房，學生嘅挺有意思啊。老師，你去他太緊張了吧？唔會啦，你不要那麼常去啦。佢會緊張，衝唔日下都有其他講法就緊張。等下就唔會。等下就唔會，放輕鬆，放輕鬆。沙下來係無窮樣嘅來賓。有冇窮樣啊？係嗱，因為佢有千多嘅國際經驗，來自馬來西亞嘅。哇！本陽多位來賓是我們的仁杰。好，各位大家好，我是莊仁杰。就如刚才罗老师所说的，我来自马来西亚。现在我所主要从事的研究，主要是有关马来半岛的柔佛州中部地区的客家的相关研究。我今天穿的衣服，其实就是平常我去跑田野的时候会穿的衣服。那下节目也可以来跑一下我们这边的田野调查，这里现场很多客家人哦。人刀啦。欣赏今天把这么多杰出的学生全部都很都挣了。刚刚他们介绍的时候发现哦，真的一个比一个厉害，一个比一个看不出来。有博士，还有那个百大青农，对不对？还有那中间那个伍德哈，我都以为他是军人。我都想，他很严肃的看着我，这些都这么杰出的客家青年不容易。老师，不如我们就一开始啊，先偷偷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最近开心的事情。係啦，先嚟講幾項最近歡喜嘅事情，好冇？睇下就之前講嘅，讓我多交流，所以我先請問佢，最近有乜嘅歡喜嘅事情冇？唔係最近啊，一直都有啦。哦，一直都有啊。因為啊吼，像我呢，因為我本身啊，我本身是在做文字工作嘛，然後其實我在創作的時候，很常都是用客語的邏輯在思考那個寫作，所以啊吼。很常出去跟朋友在看電視的時候啊，我都會說，那個電視可不可以切一下？他說啊，切電視，轉一下，切電視是切怎樣？因為我哋他發好，南部的西安用講啊，切天絲嘛，哎呀，他說電視要怎麼切呢？這樣子，對，所以一直都有存在這一種，就是有時候就是客家話跟我們一般講的中文的邏輯轉不過來，對，很常會有這種。警銜按钮，很不容易耶。可以一般你呢，对下这种文字工作的时候，你看在主流市场都写中文，可是你还可以用客家的模式、客家语言模式来写，这样很有勇气。我唔知你寫 email 行過 FB 冇像嘛嘅也條 line， 你係用客寫也係講粵語啊？寬心情，寬心情，有一次講哈。這個就是用客語在創作文字的時候，那個 feel 啊，哈，就是有時候就是要用那個客家話的邏輯一下，讓明顯。從例如說，我們會講啊，航天省嘛，那個省其實是我們會講追省，就是那個邊邊的意思啊，對，或是水準省，對，所以當我在寫中文的時候，我可能就會寫田村，這樣子，就是那個意象是非常不一樣。然後當你去用客語去念的時候也通，然後那個。航天省的那個感覺就會出來，寫成中文也很優美，對不對？對，像是天光啊、林天光，這些都很美的字。還有林阿妹哦，林案頭，對，林案頭，馬上就被偷學。我加入你的頻率了。對，我們同一條船上。還有嘛啥？你我來老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做乜嘅客家事情，有乜嘅成績好搞嘅冇？我們就平常，因為我們都有在接一些遊客來嘛。那他們遊客來的時候，他們就想說，我要學一些客家話。可是有時候他們學的客家話的時候，就會四不像，變成外星語一樣。有時候我們就按字 say， 也就按摩嘛。這個人有很大狀況。我說按字 say， 他就會按字 say 就忘記了。所以他們有時候在學的時候啊，就是有時候真的是他們會學，覺得很困難。可是客家話就真的很漂亮，那個語言念出來其實是很漂亮的啊。可是等他們念出來的時候，就感覺你是哪個星球來的，就會不一樣然後我們在那邊在地的人聽到之後，就覺得還蠻好笑的。可我覺得志軍真係好棒老師，他給亞德您來他們的農場玩的時候，你也會教他們講客家話哦。
对，我会教他们一点点的基本的客家话给他们，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客家的元素。很不错哎，对一定要给他一点掌声。对，这样很勇敢呢。对呀，不怕教他客家话就不买芋头了嘛？觉得这是你客家人吃的芋头。不会，因为他们一定会买。哦，沙來，想好了，好，武德，我在講講，確實主持人講啊，以前確實係做邊的啦，哎本港真的啊係啦，做邊的啊，謝謝，可以稍息。你看俺摸左邊還是走來讀書嘛？讀書其實俺聽講，俺要去19間國小上課，其實俺個客家莊吼，不管從俺新竹人、新竹人關係到我咪喐向前啊，俺專門而家教嘅偏鄉嘅吼，俺教過，你都把它摸上來一半一改學生啊，一個班一個學生。 1對1教學在哦。新埔北平国小，那个就是跨过去就是湖口了，那个是偏乡中的偏乡。因为那个，你看就是摸线上而已，告啊，不過你當飯戲啊，你找到當飯戲，哎，是一个什么？那一年是两个土地上啊，一定是很易拍啦。因为抖音有卖上口，其实哦，线上告诉你，其实1 by 1局难告，台尬已经告好粉这样。 对谁当班长？对，哦，班长不是我，当然就是他啦。是大班打钟啊，广播，哎，那个各班派代表领工具，那这个老师谁去拿？就是你拿，不会我去拿嘛。但是有一个工作，我一定跟他一起，每天早上他拿一只扫把，我拿一只扫把，我们2个就在扫地，知道吗？我们过了3个月这种代课的生活。啊，记得我聽講，而且有班還是講，因為我喺度上課嘛。因為我哋特別唱歌去錄腔啊，哎呀，應景精神，國小國語課本是有這個咯，還有客家要有應景精神。他說老師，應景是什麼意思？我想要怎麼跟他表達嘞？我說那就是脖子硬硬的啊。我說哦這樣哦，那老師問我現在脖子很硬啊，我說不是啊，我說不是，不對，後來想，那怎麼樣？我說你的脖子硬這樣兩片，哇完了。 他說：“那這樣啊，老師，那你講洋片，老師我聽不懂，那我要回去玩。”我說：“這樣啊，我們再用描述一下，應景精神應該是你敢跟老師大小聲，你就很有尬死啊，是吧？哎，我覺得他就懂了。他說：哦，原來他幹，原來老師我們客家人是這樣子哦，是敢衝人。” 應景精神應該是你敢跟老師大小聲，你就很有尬死啊，是吧？哎，我覺得他就懂了。他說：哦，原來他幹，原來老師我們客家人是這樣子哦，是敢衝人。所以我覺得對於這種那個小朋友啊，都懂得用那種很正規來講啊，怎麼樣？人家講轉下，比如講唱誦，哎呀，對啊，只要老師也會教錯啊，哎，只要你敢跟我講了，我就說你很有應景精神。他從此啊記到3年級，他就知道。 原來老師有教過，應景精神。對，這是我的經驗，謝謝。鬼神奇耶！稍等下來，老師你想要點嘛啥咧？係唔係供養到學校教書嘅燕蓉來分享下最近而家教學有乜嘅特別神奇嘅事情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之前在中央大學教體驗客家通識課程的一些心得。那這門課程其實還蠻有趣的，因為大概學生大部分有40-50位，然後可是理工科的學生居多。然後就是因為學生一開始我會做調查，就是客家人的，然後可能會寫到單子上這樣子。然後通常回收回來的問卷大概就是可能不超過10位是客家的，然後就是有各種族群。那也因為是不同的一個族群，所以在做課程設計的時候，其實就是可能要兼顧到就是非客家族群的，他們也要能夠喜愛這些課程。所以就是在思考該從哪一個面向切入的時候，後來發現其實好像是從客家飲食，然後以及音樂，然後還有一些產業經濟方面是比較能夠引起他們的共鳴的。然後我還記得課程當中有一次就特別拿了民族主持人和羅文玉先生他們的一首叫做《嘻哈客家》這首歌。啊，對，就介紹給大家。上一集被 Q 過了。對，然後我就記得放給大家聽，然後大家的回響都很好，就發現不錯，就是可能就是要從這種音樂，然後還有漂亮主持人這種面向，然後去下手，這樣子大家就是會非常喜歡。拍得好，很好。
现在古说好食嘅、好看嘅、好糖嘅，係對一般人來講最重要嘅客家文化嘅元素啦。这是最生活化的嘛，因为就是老没客家言吧，这是最好的语言，讲马家好吃啦，马家好糖哎，这很快融入，对不对？对，或许是从这一方面去切入，可以让大家接受这样。那你一定要认识志军。你下次上课就带芋头给他吃，这样上课又更快了。哦，欢迎。之前确实。過來淳於，我觉得我的角度跟燕龙学姐很像，她可能是从老师，就是学生可能是来自客家族群或非客家族群。那我在公部门的时候也一样会面对到客家族群跟非客家族群。那在推动各种业务的时候，常常也会有来自很多非客家族群给我们的回馈，可能会说哦，我今天参加这个活动，真的让我对客家文化有很深的认识。对，那就是其实这样一点点的，就是让我们真的觉得啊，这真的我们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对对对，那其实没有特别觉得，不会觉得有特别就是让人开心，可是就是真的投入在客家做客家，就每一件事其实都会让人很感动、很开心这样子。真嘅。就會講雖然親無限啦，從無嚇，已經親無限，不過做嘅事情親有意思啊。对，有你看到不比亏时节，我了解你的感受。要是有人看我节目，像刚才燕龙看，我就很开心了。我有。仁杰已经准备好了吗？我们 Q 你最后一个，就让你慢慢讲。你最近有什么比较开心的事情吗？我就跟其他的另外5位朋友就不大一样，我的又比较居家的那种。是。对，就过年的时候嘛，我妈妈就会煮那个芋头扣肉。哦，芋头扣肉。对。老师他不叫芋头，他叫志军啊。然后芋头扣肉，然后就每次我看我妈妈做嘛，然后就说啊，这个我看了就很想学，可是我自己又不会煮饭的人。好，然后就今年嘛，我就跟我妈说，好，今年的扣肉我来做，我做，你在旁边看，然后教我怎么做。然后就做了好几大碗，然后就基本上我的那些阿姨们，她们每年都会特地来我家，过年的时候来我家吃扣肉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说，反应都还不错。哦，对，我刚才很紧张，不敢吐气，因为要等你讲到底有没有人吃。不过也有人吐槽啦，有个朋友就没吃，就看了照片，他第一吐槽就是说啊，这个东西能不能吃了，吃了会不会食物中毒之类的。是客家控肉吗？客家控肉吗？对，真的。那你可以讲一下你煮的客家控肉怎么煮吗？你要好好讲哦，我是美食节目主持人。他是那个客家后面系，他来鉴定专业哦，专业这个啊，遇到专家了。好，基本上就先要把那个猪肉给煮熟嘛，然后就拿去。蛮基本的，重点就是先要炸芋头，还可以再炸猪肉。哦，对，真的？为什么？因为你的猪肉先炸同一锅油嘛，你再炸芋头的话，你的芋头会变得很软，很软的话，你在做扣肉之后，你的芋头会太软，就会变成芋泥了，就会变成芋泥扣肉，所以就不要。对，好，所以做了之后，然后炸完了扣肉就先要切嘛，切什么？对，就把那个你炸的时候是一大块的肉然后就把它切成一片一片一片，用的切都一片一片。然后切完一片片，然后之后要摆盘，然后你要去弄那个酱汁之类的，然后再直接做酱汁是最难的。其实这个酱汁这一关，我觉得我还不及格，还在揣摩。所以酱汁是已经你妈妈调好的。没有。老师，你不要拆他的台啊！他已经要端出来，我已经等到他讲到端出来，先给他掌声啦！终于做出来了。老师，在共都按的这些太搞不会收到按防疫的事情，但是紧张的时刻要来喽。第一呢，太搞都州气嘎给2倍低度，你看有遇到开心的事情，一定会有遇到一些挑战。特别呢，我们要做哈嘎思前的时间。老师，你在学校教客家，会不会就是你看学生来的一定要先对客家有兴趣啊？不会共哈嘎发。但是学生走出去也是一样，好像客家路会越走越窄呢，一行一行就没路嘞。所以我们是不是来听听看？对，看他们有没有遇到嘛该困难？係啊，
才引到嘅身法，引到推廣了客家事務當中嗬，很係有啲困難。雖然事情上其實只不過有啲困難係講要因大家強下來停手，冇事依啲專家依啲政府來停手，事情會很好順利。你講一下有啲困難好冇？同學。我是小老师后，你们要先放轻松。要讲到问题的时候，这很像是什么，你知道吗？加强辅导，并要够后呢，老师继续辅导你们。所以你们实际走到职场上的时候，真给有肚兜吗？该困难。周清一百供出了本心脏汤，还有很多观众朋友，我们一起来看看都在后上瘾会遇到怎么样的困难，我们来一起脑力激荡一下。老师，你想想点嘛啥嘞？看半年面看了亲某笑容，最困难的那个脸，怎么一下子大家都笑了？我想嗬，行起都實際上都三期有3日嘅，好，按來係最清楚嘅開始，好冇？好，鼓手就係伍德。沒有的，有的佢冇出入3日嘛，哦，他只面對一個學生而已。佢另外有留學三期來聽書，不過唔係自家嘅3日，真正有3日嘅係志軍。好，像志軍來分享一下。好，那我们目前的话，如果是在做推广的时候，其实会遇到的问题啊，就是因为现在呢，我们的乡村啊，老龄化的啊比较严重，所以年轻人都会不太愿意返乡来去做我们那个历史文化的做传承。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觉得历史文化有一点单调，有点无聊。对，那可能他们就想说要去外面闯荡一下之类的。那所以的话，变成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这边的话，乡村就已经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年长的人越来越年长，然后在我们那边在地的年轻人呢，都很年轻，都大概都国中、高中这样子而已。那他们大学了之后，他们就不愿意去做这种客家传承的部分，所以的话，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历史文化呢，是一个宝物啊，所以的话，它就变成没有去传承，就遗失了这个宝物了。对，所以的话，我们目前就是在想说，看有没有办法可以去做一些吸引他们的，吸引年轻人，然后回来跟我们一起去做这样子传承的动作，让更多的历史文化可以继续的传承下去，不要做一个大断层这样子。可是志军，你为什么愿意呢？你应该就是他们最好的典范啊！没有，因为我是。一开始原本我其实也是一样，对，就是原本是也不是想要去接这种东西的，其实一开始也是就是出去工作。我先問一下啦，你做目前要新加坡有幾多年咧？我現在回來家鄉6年了。6年了，按之前係做嘛？之前我是在台北就是做軟體工程，就下網頁，就完全不一樣，不同的路啊。之前。一開始的時候就是想說，就跟現在的年輕人是一樣，就想說我們去外面闖看看，不要在家鄉裡面一直待着，去走看看。就去走了之後，就發現，沒走好，不是沒走好啦，就半路跌倒啦。才想到爸媽。就想說我們去外面闖看看。不要在家鄉裡面一直待着，去走看看。就去走了之後，就發現，沒走好，不是沒走好啦，就半路跌倒啦。才想到爸媽。對，然後就想說，那回鄉來幫忙試看看，這樣子去做推廣。可是那時候剛開始接觸的時候，就是其實對文化也真的不太了解，所以的話就變成我們要去跟一些比較長輩的，然後去跟他去請教一下，因為很多寶物都在他們的腦袋裡面，所以的話，我們要去跟他請教，他才會把那個寶物端出來給你。對，要不然通常的話，大家都只是去打個招呼而已啊。打招呼之後，他也不會把那個寶物端出來給你啊。你有問了，他才會給你。對，所以的話，我那時候回來就是說，就慢慢的去學習。那現在還在學習中啦，因為太多寶物了。對，所以的話就是想說，回來幫忙這樣子做推廣。看是不是可以吸引更多人一起回來，一起幫忙推廣這樣子。你嘅意思係講，最後喺3日有一個群聚效應啦。一下你係感覺你自家都做一方面嘅事情，佢唔係青島嘅
後生人鄉下有盤，係啦。就是現在的話來講的話，有比較多一點點的。我那時候剛回來的時候人比較少，現在有逐漸越來越多年輕人返鄉回來。那不管是做農啊，做那個歷史文化導覽什麼的，都開始逐漸有一點增加了。可是還是會來不及啊，因為老化的人越來越老化了，對啊，所以還是必須要積極的去推廣這樣子。所以我覺得啊，其實志軍今天走出來講分享你的經驗很重要哎，因為很多黑商人啊，他其實想。因為就像你一樣，可能出去外面闖闖看啊，也沒有走得特別的好，也很想要回故鄉，可是會怕，因為前面沒有成功的經驗，會講。所以志軍，你有這個重責大任哦。那看到啊老太家朋友，大家就想，哎，你可以，也許我也可以。對，就是變成我是就是先走出來，然後讓大家看到了。其實大家就可以跟着走，就變成一個先進這樣子而已。加油！對，大家都在努力啦。好，老師，還給你一些乜嘢咧？有得做得啦，因為你實際上看當到人嘅什麼，特別我記得你可能南部嘅天然嘅鋼磚帶含做無毒有機嘅栽種，你看到當到後生人三萬做嘅事情。因為聽先生講啊，因為我為到寫碩士論文，我是漂一地天，是漂一地天。因為哦，這種剛才羅先生講啊，田野精神，因為實際參與。我想啲講哦，你喺啲噃，你冇因為冇喺老人家，你冇老強，叫冇啊腳頭老強啊，我用文老講，你係客家人咧。哦，冇錯，見明但你見到門跟住那啲腳頭馬看，腳頭唔啲跟用滿啲嘅鋼種，你用啲水來唔來？古時候我為了寫碩士論文，你看我去租一塊地，知道？所以我覺得這個毫無報酬率啊。你洗肉包嗎？啊，你也包又洗啊？又洗，本來洗凍啊，冇樹啦。該凍土冇水啊，冇水真的啊，洗冇水嘅嘢嘛洗，一凍就洗唔開，咪改種出來。不過你該得提你啊，本我哋北部貴種學生做實農教育，就是我現在就是要跟呼應聽羅老師講啊，因為南埔啊，它是一個一個是全國第一個通過農村再生的一個社區，全國第一個，因為有個注目的關注啊，所以我創造了一個互動。加上因為我一等大北部，所以親戚朋友啊都當熟啦，不管阿叔阿爸阿妹都大家當勸他說，所以問講啊，你有冇問題？我要買改革。而家呼應志軍講嘅，而且有兩種問題咧，目前最重要改革，第一資金，錢啊，錢不是萬能，沒有錢是萬萬不能。因為咋？你看人家鄉下地方啊，確實天是有天，可是天冇。因為天表示有錢，買天就有錢啦。可是咧後生因為落天冇買天，佢當到假吧。包括你看後生係村長，佢咪超喺度講，大家腦力激盪。因為老人家唔曉寫，佢有經驗，佢會出狀元，可是影響佢打天咯，唔曉。冇可能。所以我為了說，我們要常跟比如說村長越想辦法，要跟農委會要錢，農村再生。那客委會下邊嘅結合，比如講辦實價字。想辦法啦，是簽簽啦，所以佢講，因為佢不管你講給我錢走幾多事情，第一個要解決錢的問題，第一就是人力，聽志軍講誒，第二普遍性的不一般人們，像鄉下之村的老人家，西歐少子化之後，幾乎聽人家志軍講，家家戶戶，從那塊供涼山是怪胎啊，那供涼山的怪胎，那原本啊，從唔供一沙，冇什麼供誒。咩供唔出來哦，唔可以供啊！所以你看，你喺鄉下，你到嚟要喺北部，冇擺到你擺落看，咁咩啊？什麼外地？擺子度擺喺落看，點索索，所以老人家學生去讀書就做叫，鄉下冇街路哦，冇喺北部街路等於街路人冇擺去看，去南部啊，去南鄉喺度看，所以喺講人力嘅部分，我是講喺鄉下想一辦法啦，像你啊浪漫台山人嘅。推一個，我常常因為我在關注這個議題嘛，我就下一個 slogan：浪漫的台山縣還是台山縣的浪漫？有冇個政策？當然有啊。浪漫的台山縣係國家講出來一個題目，要給外面看，台山縣是浪漫的。台山縣的浪漫是我本地人要去做的。
你要问我浪漫台山到底是什么？你问我就知道啦，不是跟国家的那种所谓的浪漫台山线是一样的，因为台山线的浪漫是我在地人，因为我一辈子，我们到现在从来主任，我都住在台山线，就在那条路线。你要问我每天发生什么事，就知道为什么浪漫的台山线跟台山的浪漫不一样，而不是像现在大家讲的内陆内山公路很漂亮，可是洛阳以前我了解楚庄的搭水浦港，初半夜到嚟行，我北部啊发生3件車禍，全部推三下，我復順啊，推3件，我多位路應該去本樹砍下了，你可以想象嗎？因為天乾物燥，那個枯木倒下來就這麼準，然後呢，最近天氣炎熱，因為鄉下我們沒有人在坐公車，老人家都騎摩托車，昨天一個老人家騎車撞電線桿。所以這個你說台山線這種浪漫，我們一直在地人，我們覺得這種東西是到底你要先解決什麼問題，而不是說你營造出來的時候它是很漂亮的。對。那所以我常常講，你每次跟不管是我田改少改，北部某時你來看，有的你那北部做嘛，那種麻煩擺些獨擺，你講來看浪漫的台山線，而不是擺六立擺來看你當都係浪漫台山線。所以還是改革聽下講嘅兩個資金、人才，你兩個時間改革嘅話，時間改革一半。不過實際上係咩要看到像志軍到公館做嘅事情，到北部咪要看到後生人做嘅事情係嗎？就聽志軍講嘅，其實後生人嘅力量出來啊，不管係文史工作者啦，還有你好市民個人嘛做累差啦。台灣嘢老輩嘢從開始已經講啊，累差並不開始，可是我柴田我累差我前朝一些，我唔係啲種啲累差嘛。以前假如咁樣講就浪漫台，我田一些講我累差，我本田嘢唔係是累差，我只不過自家木就好啦，係吧？至少我本田一田唔係是嚟啊，以前我田一嘢這就建構起來，所以我就從我就講，因為我緊甲講南部，因為講。它不是一氣成的，沒講一下變了它是一個亮點，沒，因為一種嘢如何後生人落去一沙牽成一沙傳承，極具後生人力量。後生人力量不是說今天我找你路人甲，我叫你回來，他就回來，沒有。我想他志軍也碰到這樣的問題，第二個呢，那請我回來，我也沒有錢，有沒有誘因？對係啊，冇人改啦，冇人改事啦，曾經冇人改事，所以佢係慢慢做按動員的。你講佢村長做，睇有冇拍嘅咧，比較後生，你眼看嘢，睇有冇拍想想，那個眼翻咯，叫我壓力動態，因為他拉一個年輕人回來，你要顧他家計，對，所以慢慢的有了成績，從一個月可能是22000、25000、28000這種誘因回來之後，慢慢的才有現在這個成果。所以我講，我真的我非常體驗志軍你講嘅。感覺就感覺也沒發現，我哋北部沒發生嘅事情。老師，我赤頭公啊，跟他談武德公呀啟發，其實我心裡面其實是很感動的，因為啊，最近喺陣都我每到南埔做過呀個節目，看到最近就是老人家老痛不聽聽，這他心裡面很不捨得他們這樣子，而且我對用呀的後生人轉移，我覺得當我們也許我們在資源分配的時候，是不是能夠更多的照顧到像這樣子有心回到這樣資源缺乏地方的年輕人身上，可以更多給他們資源。老師要扣五六，你要老會不會那個靠山講話？要嘅後生人就公僕們做事啦。剛剛仁傑跟我回應一下，沒有，因為我剛好有聽到我有個學長，中學的學長，他的經歷跟志軍很相似，他就先在馬來西亞，對，馬來西亞，我中學的學長，我是新山快柔中學的，是，然後我那個學長他本身就是屬於在客家村，就我們中部那裡，他就去新加坡念書工作，然後我看他的月薪。大概有新幣好幾千，就可能台幣可能有快10萬的那一種。OK， 他後來他就放棄新加坡的高薪，他回到他的家鄉，在森美蘭嗎？古來。古來。他就回來，然後現在他就是自己開一個民宿，然後自己去做那個就有機農業。對，就非常的勇敢。然後他
有时候我在想啊，就说可能不只是一个勇敢，而且是一个人生的价值观，就是一个人生的价值的追求。真的。头头有讲到讲啊，以下休伤的哈，归去你的走马来啦哈。其实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反映出，其实回去的年轻人是少数，所以是孤独的，通常是这样子。所以你要怎么去跟农村做朋友，就会变成说你要那个人际的关系，你要重新找回来。我相信这一定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点啊。另外咧讲啊，头头我讲到一个职业的问题啊哈。其实啊，刚刚地方的农会啊，农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像我就讲我提米农看到的经验嘛哈，就迄米农也按多年，主要他家己迄嘛嘛。米农。糖豆米农糖豆嘛，嘛。半条。没有来讲水果，作物，对。作物。水莲。番茄，对，陈蜜香就是现在，对不对？现在就是很红的，还有嘛呀，白玉萝卜，一哈呢又还有Tommy 147号，现在讲的很红的香米，刚才嘛 Motel， 对，所以其实地方上面的农会怎么去跟不管是年轻的农民或者是上了年纪的农民，其实我觉得去做好地方上面产业的沟通，然后大家往一个集中站立在同一个战场里面，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地方上面的农产这方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集中站立在同一个战场里面，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地方上面的农产这方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呀，有上瘾，我上忙做嘅事。好，老師我要上忙。有公部門嘅專業，就得補充一下營養板塊呀沙琪嘅資源。沙琪嘅資源，來先一個小小的回應，就是剛剛伍德講的，就是浪漫的台三線和台三線的浪漫。對，其實這講起來真的很有感覺。可是就公部門的角度來說，我們要先就是會其實很多客家都是建構的，都是公部門為了要推廣，讓更多的人去看見，所以會很容易去建構一些東西，像桐花季其實也是一開始也是建構出來的，但是我覺得這是必要的過程之一，就是要先去建構它，讓更多人看到以後，才有可能讓他們真正的走進來，才會從浪漫台三線，然後真正去認識台三線的浪漫，這樣。顯老你想念了，看到我們油桐花很漂亮，你再來看看到底客家的花是什麼花，這樣。對。也既然公部門方面哈，你一天接觸青島計劃啦相關嘅事情，營養板塊政府也部門然後沙琪嘅觀點，就是一個社區其實和一個地區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這樣子。那一個社區可能它的形成跟它的歷史啊、地理啊、交通啊、宗教信仰，很多人文的因素會摻雜在裡面。那社區的發展就是可是其實政府他們很難單純的就是用資金或是人力，單純用資金去人力去挹注一個社區，但是其實政府可能比較擅長去扶植其他這些因素，就是影響這個社區發展的因素，可以讓它就是茁壯成長這樣子。就係一隻政策嘅鼓勵啦，我就有一個資源方法方面嘅設計啦。實際上出隻老沙琪做乜嘅事情，冇按改嘅。對，沒那麼容易。但係沙琪自家有辦法。老師，你現在接下來你是不是很想點燕蓉？你每次看到他就很緊張。對，可是我覺得問燕蓉之前，我們要先來釐清一件事，因為你從研究所就開始念客家，對不對？博士又念客家，你在想什麼？為什麼想來做客家？你一定有一種熱情。你太好唔係草帽。對，我研究所到博士，好歹念個5、6年有吧？可能超過。對呀，都在凶嘛該。就是我大學的時候其實是商管領域，大概是念經濟學的，然後就是從研究所開始，就是開始投入客家領域，主要是因為對客家就蠻有熱忱，因為本身是客家人嘛，就想說就是可以用本身就是商管的一個背景，然後改善客莊發展經濟的一些發展。
对，就是当初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开始走进客家的领域。当然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遇到蛮多的一个困难和瓶颈，因为其实就是其实不管是客家也好，社会企业也好，其实在目前的研究里面，其实像是相对比较冷门的一个领域。所以当你在走进田野的时候，你可能大家会问你说，就是那你现在在做什么样的研究？那你大学里面真的有客家学院吗？或者是就是客家学院的学生他的专长是什么？那他们未来的出路是怎么样？那客家研究有什么意义？那其实每次听到这些问题，都会觉得就是有点惆怅，就是觉得为什么大家都会有这么多的一些疑问？但是其实在一路走来的过程当中，就是困难挫折是一定有的。然后特别是就是原本可能商管的领域，他们可能比较重视的是一些效益的部分，那他可能在客家这个领域，它是一个比较社会科学的科学的部分，对。但是所以就经常处于是一个理性和感性当中的一个交错，就是当中就是有时候会天使和恶魔他们在打架，就是想说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子走下去，对。但是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蛮感谢，就是在这个领域当中有一些前辈他们一些很好的一个经验，然后或者是当我在走进田野的时候，就是看到蛮多年轻的设计创业家，他们可能本身他也许不是客家人，但是他对客家也许有满腔的热忱。比如说在衡山那边有一个就是大山北岳，那他们有一个叫做庄凯勇，对，那他其实他就是他将台山县当中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客家饮食，然后串联到他的一个饮食的菜单当中，就是让大家到那个地方可以透过饮食了解台山县当中的一些餐饮。那我觉得他是非常的用心在处理这一块，就觉得非常的一个感动。对于就是年轻人，就是他们在选择他们未来的一个出路的时候，其实还是会蛮鼓励他们，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跟着自己的初衷，然后持续的努力，那相信可以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大概是这样子。他一定是模范生，他分享都让我们觉得很敬佩这样子。好，我又想补充，就想跟叶龙说了，其实研究我自己的经验就是，你研究客家的时候，你不要想着你要研究客家，因为会反而变成你的业障这样子。不过我在想，我在说研究客家的时候不要想着客家，我在想会不会被其他的客家研究的老师就说你这个叛徒。因为毕竟啦，就是我自己的研究经验，就是你不要再想着，我做这个东西就一直看着这个东西，你会看不到整片身。真的呢，我觉得任姐讲的这个很重要就是有场时你太仔细在看到一个点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看到给它全面的面向，对不对？所以任姐，你有实际的经验吗？你是说研究客家？在研究客家的过程中。如果说最实际的经验是我在2015年的时候，我去2015年我在去那个看新山客家公会，他们在那个我们新山嘛柔佛古庙有神，这个很有名，他们的客家公会在怎么做这个有神这样子，然后就跟着那些叔叔伯伯们就跑了3天，然后我们那可能是城市地区的关系吧，然后我感受到的跟这里有点不大一样，就是说，城市地区的客家公会，然后的客家人的年轻人其实也蛮多参与的，像我就跟一位叔叔的孩子，就跟我同年的就好多啊，说他的孩子之外，还有很多年轻人，我们就一起去游神这样子，去做那些工作人员，对，然后就是说。这也就是说，台湾客庄没有多少年轻人，然后全部集中在大城市，然后集中在大城市的就跟客家就脱离了。不是的，我们在那边城市的跟客家工会，那些还是有一定的年纪。然后其实到了乡村地方，我就觉得，可能脉络真的很不一样。因为在我研究的地方柔佛的中部嘛，虽然有些地区还是属于比较半城乡的地区，像我有一个朋友Alan。他本身就是算在那边土生土长，然后一直留在那边工作的人。然后他跟他太太2个是美术老师，
然后他们也推动了在他们的村庄里面就推动了壁画，他们就非常的成功，就每年都国庆办一个很大的活动在那边，而且他们也有一个年轻人在那边出生，然后回去那边参政，就是那边的州议员就黄舒淇，然后他也很积极的在推动这一些地方的发展，就有点想就刚才我说了嘛，就人生的规划，就你人生的价值观，还有一些就是他们选择的路了，真的也是往回去家乡做他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任杰讲这个话题，我想到今天一个小小的新闻，本台家上下吼，有没有回应哦？就是讲，最近有新加坡的朋友，到屏东旅游。到客庄，然后品尝了屏东的客庄的美食，还有民宿，据说评价还挺不错的。我在这里是想要牵一个线，有可能哈，新山的朋友到公馆到北埔去，然后你都想下，有想过安个事情冇？比如讲公馆。公馆喺台灣有一定嘅名聲啦，嗬。不過對新加坡、對吉隆坡嘅人嗬，都嚟啊，唔點樣樣辦困難嘅事情。上次講，在地化實際上就係國際化啦，國際化，唔點樣辦困難事情。老師，你都講他們一定說好，趕快帶人來。這個我是覺得要看我，因為我臉皮很薄，就臉皮很薄嘛，然後所以就好要去跟，而且那些長輩應該就說啊，你這家伙你很久都沒出現了，一出現就要我們做這個做那個。不會，我們台灣人臉皮都比較厚，你就說我們在台灣有感受到，你有調整臉皮的厚度了，趕快帶他們來苗栗玩。好，而且在座有很多苗栗人，對不對？燕龍、垂瑜都是苗栗，我也是苗栗人。我可以帶你一起去來玩。另外一個問題啊，上老金錢都是有相關哈。剛才任杰係講到城市的人脈，然後總下嘅人脈係冇乜嘅共用嘅。營養板塊像你，當然外地人係闽南人，不過你們係台北人啊。一般，咩一般係台北，但係係闽南人。係啦。古時候營養板塊兩件事情，一件就係後生人到闽南嘅人脈關係的建立，另外一隻就係從一個總頭來嘅後生人來到台北岸嘅上司，到台北嘅人脈關係的建立，也兩點。講到也應該如何做在跟他給分享一個故事，然後這個故事其實。我會把它寫作出來，投到客家電視台，然後還有得獎。原來故事好，其實就在講說，那啲下一年有都阿優谷啦，那阿優谷係挺美濃嘅泰家哈，就是美濃的大旗下是一個地名這樣子。那一般來說，我剛剛為什麼講說，地方的那個人際關係跟都市的人際關係的鏈接是不一樣的。因為地方上面你都住在一起，他住很近，然後大部分的人他都是有，不是鄰居就是親戚，不然就是朋友，對，不管他們的關係怎麼樣，他們一定都會有一些關係，對，隨便連一點都會有關係這樣子。那跟都市的狀況非常不一樣。那都市的話，它的狀況就是會比較個體化，哦，一連影啊，它可能是來自苗栗的啊，有些是可能來自國外的。對，會變成是比較個體式的。那我剛剛講那個阿優谷呢，它這是真實故事，這是我媽跟我講的。媽啊，給我干員工跟阿公的故事。就是呢，這個人啊，這個阿優谷這個家伙，其實應該我叫他哥哥啦。然後他有點弱智，但是他在地方的生活上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因為哈。大家就是因為我剛剛講那個鏈接人際關係的關係，所以在地方上這種事情是非常溫暖的。從他把昆豆爺可能腦筋比較不好的人，他一樣會請他去幫忙工作。例如說阿金明業早期還有採煙葉的時候，種煙葉的時候去摘鹽呢，我就時間都會摘lap拍嘞，也係講去摘嘛東西，因攀鬆絲攀厚絲的時間去天數端盤子什麼之類的，對，都會留一份差事去給他做。
那这个人呢，他有一天他就是因为他有讲他去把车啦，啊就骑脚踏车，不小心从美浓骑到，我没记错的话是骑到云林去了，就一路骑到云林去哦。真的，这是真的吗？这是真实的。然后他就骑到那边去，然后大家以为说啊，他是不是被死在外庄，或者是被人家怎么样哦，还是饿死了这样子。就后来不知道我们那个村庄的哈，不知道谁要去那个云林北港那边刮熊啊，去那个中文怎么讲？逛休刮熊，对，就是去进香，去进香。然后就发现阿优谷这个人，他就骑脚踏车在那边晃，然后后面还绑了一颗大西瓜，这样子，就是他意思是说，他骑到云林去，云林那边很多人种西瓜嘛，他去看到人家那边采西瓜的时候，他就帮忙啊，人家就给他一颗西瓜，那就是这中间就是不断的，他可能就是以这种以工换工的方式去不小心活起来这样的，后来还是回到美浓这样子，然后他现在还是过的生活还是像我刚刚讲的这样，就是他就是还是庄里面的人都会很照顾他这样子，然后尽管他就是也没有家人，他也没有家人哦，他一个人住哦，但是就是地方上有什么菜啊，或者说邻居有什么工作、什么差事都会请他去做，所以我刚刚讲这个东西就是说，人际关系所造成的一个社会的氛围哈，或者说社会关系，就是从一个人在这个地方的生活里面就可以看出来的。系啊，我现在相信亚洲係很多後生人轉到莊下吼，讓板老人脈重新建立起來嘅最重要嘅事情。而且老师啊，發現到啊，我們今天呢找回來這些同學，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好好把他們都串聯起來？串聯起來。因為呢，底下對吧，都會在自己的位置上讀到一些問題，然後串聯起來的時候，也許力量又太稀稀累累哦，對不對？你要文字包裝就找景賢，那要找外國朋友就去找人傑，要找公部門申請錢哦，就要去找春雨。他講他搞要先團結起來，要有盤範，想到行卡多唔係客家嘢。好，哈扣嘞，哈扣嘞，太感堂到哈扣最開心了，對不對？好，我們先謝謝羅老師好了，感謝欣賞。好，老師，加 Q 用 Annie 西門西草，東西南北，馬街都做對落草。Annie，下禮拜再見嘍，好，拜拜。